오마라바자나 젠덴 케게 케라 웨세네 달레 데모 멤바 랍세데 가단 덴지 숑로 도바이 로제 보베 나와 제도스先找一下我。好，那我们今天上到第8课开始吧，是不是？我们今天8课，那你们手上有我们发的那个 PDF，那么你们直接看这里。今天我们这边的有点状况，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抱歉，这看直播的同学，我们耽搁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吧。啊，好，第8课从第一个问题是저와是吧？진주기 제소 주베이기 현다 여바레탐 마레 진주기 제소 주베이기 현다 여바레탐 마레 所以再加后加字后面还有没有再加再后加字，也可以这么说吧，再后加字。如果我们这里所讲的紧就给结束，紧就就是后加字嘛，那就被一个呢后加字的后面，那显大就是另外嘛，还有另外的字可以拼吗？另外字另外的再拼的字，我这个中文是是否有后加字后面另外再拼的字？它本身是复字的意思，它就是复数。在这里显大就是两个意思，就是另外，没有提到复数，就是显大就是另外。对，显大就是一个名词，它是讲的是另外、额外。可以吗？有把这他们就是有还是没有嘛？有把这就是有，那有马瑞就是没有嘛？所以有把这后者是没有，问的是有还没有？对，有把这有的有马瑞，是吧？有把这他们马瑞，嗯嗯，对，其实如果加有把这他们有的有马的，通常是口头上来讲的有的有马的。那我们有把这他们马的，有还是没有？他们是后者后者。
啊，猪步吗？猪步就是吃肉，就是也可以是我这边直接是拼了、还可以用其他的字可以拼啊，后加字后面。猪背一个就是字嘛，啊，还可以拼的字，嗯，紧就给结束，猪背一个，现在要把这趟马的，那当然回复的时候当然是有嘛，要把这，要把这，要这，要这，直接回答要这就可以，那要把这啊，贴了，永住四个人，贴了，永住四个人。所以说有，那有的话叫它那个，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做在后加字，嗯，啊，养住，养住，紧住的养，这是主边呢，养住，哦，后加字后面再拼才可以说在后加字，嗯，要不然贴了，养住，是个的，嗯，那听我你不的呢？养住的一个。卡住，要不然他们养猪的一个卡住，要不然他们就是问了，那就在后加有几个在后加字嘛，对不对？养猪一个是在后加字，卡住是多少？那要不然就是问嘛，有多少？那有几个在后加字？啊，漏掉了，中午。有几个后加，有几个在后加字，中文要写有几个，有几个在后加字。有几个在后加字？有几个在后加字？那有两个，是不是？你约的，你约的，抵达了，他当，三年，永久的，你约的，抵达了，他当，三年，永久的。这后加字就只有两个，是他和萨，这两个是在后加字，都是在后加字。所以我们通常讲这三界佛藏文里面的那个佛的名称三界来讲，这个现在我们是有两个这个引注嘛，这个引注是这个在后加，这个才是紧注嘛。这个后加，这是在后加字，然后这个三呢是闽系，是不是？啊机字，这是机字，那是后加字在后加字。我们现在讲的是在后加字这个萨塔挡三一引注的这个句子是这个寄送啊，《述王论》里面的一个寄送。塔挡三一引注的，你们记住
就有两个，只有两个在后加字，他和萨，只有这两个，他和萨。那个对吗？那个对是带引数，还继续会讲嘛？因为目前讲的只有这两个塔打萨，那再后就有这两个字塔打萨的话，那塔打萨，那它会哪几个后加字后面可以拼？那个在后加是在所谓的在后加字，它和萨是它要在后加字后面要拼嘛？所以我们要继续要知道这个在后加字萨是哪几个后加字后面可以拼这个它是哪几个后加字后面可以加，所以还没有讲嘛。然后后加会讲对，继续要讲的，它引申。他当三一研究的，那既然是有两个在后加字研究的意义，你不提，进入意义，场面结束，就给这当研究意义，你不提，进入意义，场面结束，就给这当所以研究意义就是在后加字嘛，你不提两个在后加字，进入的意义就是后加字，场面结束，全部的后加字，整个后加字后面，就这当可以加吗？这两个在后加字，这两个它跟萨在后加字这两个字呢，可不可以整个10个后加字后面可以拼写吗？这问的这就是问题嘛，可不可以？现在我们是后面可以撒加，对不对？所以本身是一个后加字，那后加字我们有10个嘛，10个后加字我们前面有提过，康塔那帕玛拉拉萨，这10个字后面都可以加萨吗？问了这个吗？萨后置是他刚刚的问题是这个意思。那连进就一个场面结束就给嘛的，进就一个场面结束就给嘛的，所以不能拼语在任何后加字后面嘛。仓嘛就是全部，是不是？除了这个里面的字仓嘛，其实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新的字。我们前面的问题里面就回复没有什么新的字，说不是说全部后面都可以加了。那我引就给他贴了明显乐堂明显乐堂，对不对？引就给他贴了明显乐堂。我们所讲的这个引就它，这个它有其他的名称吗？它有其他的名称呢？明显乐贴，他这这讲是明显乐贴，他这这讲是明显乐贴，他这这讲是所以这个我们说引就他，那甚至也可以讲，有人会讲他这，就他这讲的时候就是引就他这，这也是引申，明显约贴，这也是文法的就说
有，那有的话有什么呢？后面就讲了嘛，有另外名称，那叫什么呢？叫塔扎啊，对对，这个文法呢，接下来会有讲到这个文法，主要是遇到这种时候呢，你就理解成后面还有句子，所以这个后面就有句子嘛，嗯，明显约的后面就什么就回复塔扎这样子，明显约的塔扎这样子。那영주 다대 진주이기 감기제소 주감 영주다대 진주이기 감기제소 주감所以这个在后加字塔，如果是加在后加字后面的话，那哪几个后加字后面可以加这个它后加字再后加字它？哪些后加字后面可以拼再后加字这个它？所以10个里面我们有10个后加字，那10个后加字下面哪几个下面可以拼？所以提到说，回复说紧住나라 숨기 제소，对不起，紧住나라 숨기 제소 죽기래，紧住나라 숨기 제소 죽기래，所以只有3个，10个里面10个后加字有卡、啊、他、那、帕、玛、啊、拉、萨，这10个后加字后面呢，这个它是哪几个后面呢？那、拉这3个后加字后面才可以拼这个它，其他都不能拼，所以这个记住，再后加字它呢，只有那后加字那、拉这3个后面可以拼，拉，像拿的话，我们是这是军，是不是军是建设的意思嘛？军，那我们后面加一个军拿塔军拿塔军，现在没有再写这个他了，直接写军，就没有写。但是以前早期的写法是它可以拼它，那为什么这个加它的话，那这个音就会变强？萨嘎达嘎达的这是就军拿塔军，声音会变强，所以因为声音变强，我们刚刚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名字叫塔扎嘛，塔就是强的意思，强化，所以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塔扎嘛，这2个塔扎所以在声音变强的过程当中，拼了就是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塔扎，所以这里呢，通常如果拼的话就是这样拼，军拿塔军，像现在这种字很少看得到的，就没有在拼安。萨嘎达嘎达的这些就军拿军，萨嘎达嘎达的这些就军拿塔军。
啊，这个前面有爬田加跟这个是跟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你如果是前面加一个爬前加字的话，那就是过去了。菩萨嘎达嘎达的，这是真那他真，那是过去式。那这个是动词嘛？所以你前面加一个爬前加字，那是过去式。那现在我刚刚没有加这个的话，那现在是动词，见的那个动词。现在没在写。这个有没有写往后会怎么说？我们这边它对不对？有写它，没有写它，那有的会。这个时候我们准个日是要有属格，我们接下来会讲属格嘛。那有会写准拿它准，那这个后面我们后面呢应该要写盖的加有机准基，是不是？因为有后加字它，它后面应该是盖的加有机准基啊。那现在也没有写它，但是字有的会直接会写到这个一，但是你不要认为这是错误，因为它后面可以写它的，依照这样去写的，所以不要认为随便说这是错的。那有的呢，他就直接没有看到这个，直接拼成 key， 因为他按到了拿后面是 key 嘛，拿后面会加 key 的话是错的。那这样的话，他认为没有它，其实这个针后面也可以写它，所以这个 key 是对的。那这个以前是一段时间就很多旧的字比较为了方便而写，所以修改掉嘛，所以说这个没有必要写，所以就后来就没有，大部分很多就没有再写这个它。但是文法上面要知道有这个词。一 key 的话，那就是这个相对这两个是对的，拿后面是 key， 后加字拿后面是 key。像这样的话，两个都可以。实际上这个 key 比较得正确，因为它实际上可以写它嘛。这样就真。那么还有ra 的话是像日那个日是那个后加字，它不是在后加字。像我们的变成翻译有，我们的有翻译的译有，是吧？有后面可以加一个它有啦它有啦它有就是变的意思。变化是不是变化有？所以然后加字后面可以加一个它，让嘛有啦它有。那这个啦，然后惹了就是有享受的意思。惹木了，写了惹我是吧？惹我就是那惹邋遢惹也有，所以啦那到后面可以写它。但是现在呢，几乎都没有写这个它。这个你们大概上知道了这个后加字它是可以拼在啦、那三个后面。已经那改掉了，就是早期这些学者们讨论之后呢，因为时代的变迁也是字也会改变嘛，有很多都为了方便，要缩写就不用拼了
人有享受的，记了人唱了人写了人就是对，或者是唱歌，就是有享受的意思。引就我们这三个是大概的理解，因为比较少用得到的这个他，在后加字。好，接下来是引就萨田，紧就一个，看个结束就看，引就萨的，紧就一个，看个结束就看。那在后加字萨，那如果是加在后加字后面的话，那是哪几个后加字后面可以加这个萨在后加字？那回复的时候，紧就看啊旁嘛，西塔托巴伊诺，塔就是编最后的，所以看啊旁嘛这后加字四个后加字后面是它就是后面，托巴伊诺是得啊。这四个后面呢可以得这个和再后加字萨，所以那个卡一个是卡对不对？然后是然后是爬，然后马，后加字四个后面可以拼萨，只有四个后加字后面可以拼再后加字萨，所以就比方说卡。我们这些字都学过了，那我们通常是提过了，最很简单的拉索，对不对？拉拉拉卡萨拉索，我们会讲到拉索，对不对？或者如果再加上了 leg， 就变这个 leg 的话就是优嘛 ，leg 不就是好的意思吗？啊。leg 不优等就是 leg，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知道的是，在这个后加字卡后面再可以拼这个引就萨，只有这个后面可以只有四个里面其中一个是引就卡后面拼然后再来是什么？后面可以拼嘛？那我们刚刚讲的上三界的上，对，三界的上后面上，所以呢是后加字是后面可以加这个再后加字萨，这个上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爬爬萨爬爬萨爬，所以这个萨再后加字，然后后加字这个是爬，还有 pip 嘛，怕懂我 pip 爬萨 pip 去或者来，爬 pip 出 pip 就 pip 是不是？怕懂我 pip 爬萨 pip。后加字后面再后加字萨，这样可以吗？还有个什么妈的话，我们的心怎么写？心 sim， sim 萨中国 sim 马萨 sim， 萨中国 sim 马萨 sim， 那这个在后加字是什么？萨后加字马。所以呢，后加字马后面呢可以再和，这样我们认识这前面都是记字嘛，对不对？
拉萨帕萨，这些都是基字。那卡啊帕嘛后加字，四个后加字后面可以拼再后加字萨。所以现在我们得知什么呢？有两个再后加字塔萨，那再后加字塔可以拼在后加字三个，有三个后那拉拉，这三个后面可以拼。那再后加字萨呢？有后加字有四个，卡啊帕玛，后面可以拼这四个这个萨。嗯踏的这最后意思，后面踏是你可以理解也后面，那踏的也是最后，所以你就看它是组合在哪个字后面。它是太对。嗯养就给塔跟塔扎这两个是同义嘛？养就它，养就它，所以它我们就讲有另外一个名称可以讲塔扎，就是养就它啊。它为什么讲塔扎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的声音变强。说养就去哪里呢？养就给主持，点别早啊，抗议呢？养就给主持，点别早啊，抗议呢？早啊你，他你，哪了？拉松汤。所以你看，所谓的在后加字，它可以拼在三个拿的拉松，这是寄送啊，寄送里面，他你拿的拉松汤，三你扛啊跑马 top 啊，那在后加字三可以拼在扛啊跑马四个后面，这是寄送里面讲的。那意思我们刚刚解释了，也有例句也写了啊，这样简单吧，算是。嗯，哦，我们楼里跑马的 top 是不是？那个是拿来格嘛？拿来格，我这边我们漏掉了，跑马的，对，拿来格啊，反正是提醒这个部分可以。技术里面有，我在这边我那个 PPT 里面有漏掉了那个的，它是寄送，这个啥是拿来格？嗯嗯，啥？啊，这几个格你们不要急，我们接下来就会有这些格都会上到。那我们先休息，几分钟。
去送。那接下来这个锦就拿着拉松，预测了营就他扎托北切旁，锦就拿着拉松，预测了营就他扎托北切旁。他这里问的是，这里问的是，的在后加字拿着拉松，预测了就是，整个的，凡是有拿着拉松后加字的话，那都可以拼，都可以加这个引就他，就是他扎，都可以拼这个引就他吗？top 切旁就 top 就是得嘛，都可以，就是片语得这个在后加字他，意思理解吗？不理解。就是任何有这样的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任何有那拉拉的后加字都可以写这个他吗？都可以写这个他吗？因为已经有了ra，已经有了那，对不对？所以任何有这个后加字那ra拉的话，你都可以任意写这个后加字，再后加字他，可以吗？意思是这个。我回复拿着拉松建议第次马到马翁巴当他到我了没到拿着拉松建议第次马到马翁巴当他到我了马到没到就是说有在后加字有拿着拉松这个，除了过去式以外呢，现在式跟未来式都不能拼这个它，在后加字它。所以刚刚同学不是有提到我有个前加字吗？那这样就变成了过去式嘛。这个过去式，这个是有前加字，所以婆萨嘎达嘎达的这均呢均，那就是变成了过去式，它可以拼。如果是不是过去式，我刚刚没有写这个爬，它就不是过去式，它的含义是它是动词嘛，见的现在是就按照我们这书面里面所讲的，它不能拼它，知道吗？它不能拼它。现在给我们它里面告知的是过去式，只有过去式才可以拼它。所以这里加一个爬就变成了过去式。那有也前面又加一个前加字爬，爬是不是过去？爬本身是我们接下来讲到前加字嘛，前加字它是前加字，它有加一个前加字的话，这个词就变成了过去式，这个动词变成了过去式所以过去式它就可以写了它。那如果我没有写它，就是现在式，那就依照我们这边所讲的，它不能写它理解吗？动词前面加一个爬就是过去式了，不一定。这样呢，这个动词就变成了过去式。如果它是未来式的话，那就是这样。
现在式的话就变成是这样。可以理解吗？那这里讲的是这一句。正稍微就是说有在号叫字他，但是只能在过去式、未来式跟现在式不能加啊。타자기 영주 되니 팅상 지수유담 타자기 영주 되니 팅상 지수유담。所以这个在后加字谈呢，近代有在拼的习惯吗？所以其实就是这种写的习俗，就是也是拼的那个习惯。问了说近代也有这样的写法吗？挺桑是近代或者现代。他这个研究听呢，挺桑其实没多。他这个研究听呢，挺桑其实没多。所以这个在后加字他，那近代没有在拼，没有在写，所以都不会写这个他，都不会写。但是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拼法，如果要拼的话，要写的话，名词也不会有爬在后嗯，只有动词才可以有，名词不会。大致上动词，名字不，因为它是有起到塔炸嘛，塔炸到它有一个加强的一个语气，又是一个它在讲的过程当中是它这个咱所讲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怎么讲，弱跟强的方式来讲是大致上是动词方面会讲，挺桑其实没别挺桑其实没别jun前抗议呢。挺桑就是近代或者现代嘛，其实就是这样的习俗没别jun前就是理由或者原因，对不对？没有就是没有的原因是什么？抗议呢是为什么，对不对？近代没有在写的原因是什么？我翻译的中文不顺的话，你们要你们要提出来啊。说为什么近代没有在写呢？那就原因是后面讲宾之大堂罗在为이기 소리 양의 치도宾之大堂罗在为이기 소리 양의 치도气国吧，盖界，宾之大就是智者嘛，班之大是智者，罗造是译者，译师，罗造是译师，译者，이기 소리 양와，이기 소리 양와就是可以说方便拼写，이기 소리 양와，气度就是为了嘛，为了方便拼写。气国吧，气就是有差的意思，气去掉，气就是有差的含义嘛，那就是去掉嘛，去掉这个它本来有就去掉，气国吧，要去掉的概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宣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了。比较好拼写，
所仰望，这三个字以及所仰，就是念写的时候呢，就不用再写了。嘎戒就是有这样的戒就是踏戒嘛，戒就是决定啊。本地大堂，罗泽伟，以及所仰为切度，气过吧，盖戒，你看你读的时候也比较，你看，婆萨嘎达嘎达的这是就蹲拿他蹲，要读起来也是比较啰嗦，是不是？死而养瓦里面没有写这个字啊，嗯，不是弃养瓦，是死而养瓦，那是为了比较好读嘛。不是死，但是所仰望，不是死。我们那个君哈，君后面如果加一个塔在后加哈，这个字就7个都有哎，7个部分都有，前基字上加下加，全部聚集，对对，这几个全部都是全部剧组的。前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然后是元音，上加对，这是元音嘛，这个下加，对不对？这是上加，这是基字，全部都有。婆萨嘎达嘎拉达扎些就均拿他均，对。如果再问了，他这个引主题，其实没讲，团个 top， 他这个引主题，其实没讲，团个 top， 所以虽然在后加字他没在写，但实际上是否可得？可不可得的？top 就是得嘛，那就是实际上可不可以加的意思，就是有没有这个词，就是实际上，实际上这个词是有没有？有，所以后加我刚刚提到，在那个属格的加属格写属格的时候，就会有区分嘛。是说实际上它存不存在，实际上能不能加？实际上，是对，能不能加还是存不存在？实际上能不能加？实际上能不能加？能加，因为能加，我刚刚讲到这个属格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拼法嘛，回复的时候其实没讲，团给拖不路约吧贴，你把都信归，其实没讲，团给拖不路约吧贴，你把都信归。所以说，虽然没有这样的写法，但是实际上确实是有，所以我们要知道，实际上是还是可得，实际上可以加的，这我们比较容易。后面我们有团团有啊，团位嘛，团位，整个句子如果是实际生活团位嘛，团位就是实际啊。
啊，没有后面那个没有，就是要这样去理解。疼，嗯，哦，top 路吗？呃，top 就是得嘛，是可以加嘛。top 路就是得的这种方式呢，嗯。后置有这样的一个托布路就那个鲁俗习俗，也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习俗，有这样的一种啊、嗯，涅巴度是一定要的意思，一定要知道，必须涅巴拔那个拔，不就是拿那个，就是又拉又堵。涅巴涅巴图，你把土，你把那个嗯，又要拉又要土嘛，有了，不是一个就其中一个就可以了。涅巴信规，涅巴图信规是可以的，不加拉也可以。哦，不加啥也可以，涅巴信规可以不加，你说什么？那可以给巴土，给巴土。不加啥不行，涅巴信规就是涅巴，那个是涅巴。你如果是不加啥的话，涅巴，涅巴就是了之，涅巴，涅巴到吧，现吧，捏到现松，涅巴就是了之的意思。那涅巴呢，就是必须，所以涅巴这个不是啥来个啊，必须，涅巴是一个名词，必须。这对捏吧，那个后没有后加字，没有后加的那个拉，后加那个ra啊，这里有个ra嘛，后加ra，所以捏巴的就是必须那是要念给巴土还是给巴？捏巴捏巴捏巴，嗯，捏巴就是必须，必须的时候直接不用加它下去读，不用加那个拉那个，你就直接讲捏巴捏巴，嗯，如果加拉那个捏巴图，对吧？那这里呢？这里给巴土谢不对。对啊，这里是涅巴多修，你必须要知道啊，所以你知道跟呃呃必须之间连接关系嘛，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对象是什么，必须要知道，嗯，涅巴多宪规，哎，后面我没有翻译了哦，你们也是一样是不是？后面哎没有中文，我漏掉了，真的。영족이 타자탕 민시장바 창매탈 어이 토밤 영족이 타자탕 민시장바 창매탈 어이 토밤所以永就给他这是再后加字他，是不是？再后加字他，闽西江吧？闽西江吧是什么？单记字是吗？闽西江吧？闽西江吧有几个？我们上个周好像有学过，闽西江吧有几个？对呀、20个啊。
后加字除了后加字10个以外，这10个，除了这10个以外呢，30个字母里面剩下不是10个20个吗？这个20个叫明西央吧，单基字嘛，不仅仅是基字啊，对呀、不能加后加字的。除了10个后加字以外的20个基字，这个叫做明西央。当后加、前加、上加、下加。对对，加入别的。它也不能成为是前加字，也不能成为后加字，也不能成为再后加字然后它只要不能成为后加，就啊不可能成为前加，也不会成为上加。对，因为有后加，对，没错，这样去想，做别的事，它只能单独一个。仓面它的就是全部的后面嘛，一托嘛，可不可以写？可不可以加这个后加字啊？其他仓面它的一托吧，俺们读进去，已经囊了，贵月，其他仓面它的一托吧，俺们读进去，已经囊了，贵月，就是其他仓面它的这全部后面就是引注他这也好，或者是明西央吧，单基字，这全部后面都可以写后加这个啊，这个在哪里可以显示呢？俺们读定以前的这个石碑这样子，它后面再加一个就好多字了，可以再多一个字。啊，那个是你们看嘛，嘎，是不是？嘎，我们就嘎，没有嘎，卡后面不是有个的声音吗？嘎，卡，应该有卡，卡，反正是念起来的时候有的这个声音，所以以前有写但现在就是不用写了，就没有。嘎卡卡加有没有这个声音？所以像那个军的那个对啊，塔的下面，军塔军，那军的那个塔的下面也可以加它的后面可以加同样是我们加的时候和后面在后面加加在下面不会加在后面。军塔军引注给塔等塔就是塔就是塔就是塔就意思是长母音的意思。塔就是那个把它拉比较你看萨后面不会嘛，不会提到我们刚刚讲的上萨上萨上萨，那这个它就军塔军已经拿了贵语，就是早期的像那些石碑贵就是有写的意思，有就是就有写，我们看后加字，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好像后加字10个的拼法没有写，我们这里我有把那个后加字，对不对？后加字有几个10个，对不对？那个卡啊、塔那、帕玛啊、拉拉萨，这10个，这10个是后加字。那这个10个后加字再怎么拼？我们拼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拉西就卢嘎卢仓啊仓卢仓，是不是？那个鲁仓的那个后加字有2个，拉西是卢卡卢，这个卡是后加字，仓啊仓也是后加，那个啊是后加字啊，所以鲁仓。这个里面的基字是拉跟叉，后加字是拉跟仓啊，拉跟啊，所以鲁仓是什么？羊窝嘛，鲁就是羊嘛，仓就是窝啊，羊居住的就羊舍叫鲁仓，鲁仓。哦，狗窝，嗯啊，仓一般都是也是不一定，人家 Kim 仓啊，Kim 仓我们我们这个家族就一个 Kim 仓啊。啊，这个康呢是我们在动物上面不会很少用康，体康、鲁康不会用啊，都会用仓啊，卡仓、体仓、鲁仓、拉仓都会用仓，很少用到康。康这个是在对，也没有高级了。比较大间。现在主要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卡跟啊2个后加字是在这样拼的，对吗？鲁仓是2个，然后再后加字塔哪，塔塔铁，拉达达达那点，甜点，塔塔铁，拉达达达那点，甜点，甜点，甜点，信徒嘛，甜点，铁吧，铁就是铁吧嘛，铁吧，信，拉达达达那点就是具备嘛，具有信，就是信徒，甜点，甜点释迦婆母，甜点，这里有2个后加字，是不是？塔塔铁，一个是一个基字，一个塔是基字，另外一个塔是后加字，甜点，塔的，为什么仁波切念起来那个铁点铁后面有个呢的音，甜点，铁点，甜点，不是甜点，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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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前面那2句我还没搞懂是什么意思，没有中文的那2句。鲁仓吗？不是前面那2个没有中文的那2个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清楚。对。哦，这个我没有翻吗？哎，铁大仓面它的不铁大仓嘛，就是这些全部嘛，铁大仓嘛，铁大指的是前面讲的是永住塔扎、闽西江吧这一类的，是讲的是铁大代名词嘛，铁大仓嘛就是这一全部的后面，一塔托把可以加这个后加字啊。但这个根据什么呢？你就根据阿咩笃定早期的这个石碑，可以讲石碑吗？笃定，在石碑上面，已经拿了贵笃定已经拿在石碑上面的字上面都有刻这个啊。那我现在有个不懂，就是说
不懂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讲在后加吗？养就吗？那养就不是塔跟萨啊？为什么会突然跑出一个呢？来，养就讲完了。哦，养就讲完了，是吧？养就塔大跟塔达萨已经不是讲完了吗？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对，另外除了所谓的养就讲完之后，我们用后加字就是后加字紧就。所以这不是养就。不是养就，养就只有2个。所以现在是讲别的事情。对。好，谢谢。现在紧就爬马，这个爬马呢，我们可以讲贴杆嘛，对不对？贴，它用贴把贴，啥个的杆嘛杆贴杆，所以贴是基字，爬是后加字爬，那个贴就是书嘛，那啥个的嘎就是基字，卡就是基字，萨就是上加字，那个马就是后加字，所以后加字马贴杆。贴杆，杆就是箱子嘛，贴杆，对，书的箱子，书箱，贴杆。所以如果叫你们作业，就是说拼这些后加字10个后加字来去让你们复习，就是拼这些10个后加字在基字后面怎么拼，叫你们拼出来的时候，你们这样去练习，可以吗？今天开始要练习拼学文法，你自己不写的话，你不练的话，就是学不到练习你们自己就是在10个后加字，那10个后加字在基字后面怎么拼？那你拼你就知道的一些名字后面哪里有这个卡。就我们现在这个那是卢嘎卢，它有卡但是你也可以找一些藏文的字里面，经书里面看哪里有卡它是不是后加字？可以，你们自己拼不出的话，那你就可以这样去找。如果自己拼得出的话，尽量自己拼。但是即便拼不出，你可以这样认，也是不错的。还是说这个箱子前面，比如说酒香，我们可以变成是枪，可以这样说。可以。不是酒的箱子，是说枪，或是枪底枪杆。对。枪杆。不用的嘛。可以，那你可以得贴给杆。那这2个字可以就很比较变成2个梗，贴杆就很就讲起来就很顺了。贴杆这些属格都可以漏掉。好问题，这样就是有这个疑惑就很好所以这里就后加字爬马可以吗？那后加字的话比较少写嘛，但是比如说夏迦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夏迦族嘛，那个夏后面特别有分夏迦。没有的，这个不用写点，这是早期的拼法。夏迦本身也是从梵文的一个名称嘛，夏迦族嘛，释迦族嘛，不是，你们释迦族是中文的那个音释迦族那个反正。为什么后加字写在下面？那应该叫下加字。不是下加字早期很多的梵文字写成这些
藏文的时候是可以这样拼的。那后加字我们刚刚讲到啊的本身这个后加字啊，整个20个字后面都可以拼吗？我们刚刚讲的都可以拼写在下面，啊啊啊，不是写在后面，大部分是写在下面是它是后加字。后加字。然后是拉拉萨，后加字3个，拉拉萨怎么拼呢？是塔拉，才是吹了，特吹，塔本身就是流行嘛，塔啊啊，对啊，塔吧就是塔，特吹就是流行的方式嘛，特吹方式流行，流行的时候，特吹个推，嗯。这个后加字有塔啦这个拉嘛，对不对？后加字，它写就吹啦后加字，它写就推时间的推就是时间，这个后加字是萨，基字是塔啊，然后是小注是元音，这样的话藏文的字你都整个都认出了吗？啊？因为之前我们学口语的时候，我们这样没有去一个一个去让你们了解嘛。我们现在是因为这个文法，所以要跟你们介绍每一个字是怎样形成的啊。这样后加字10个后加字怎么拼可以知道吗？啊。然后是再后加字这个他打萨，这个我们刚刚初步的已经讲完了，所以他打三音引就他跟萨是再后加字。那这个再后加字呢，就是他后面，他是这个再后加字，他呢哪一个后加字后面可以写？那拉拉后面可以写，对不对？那萨呢，再后加字萨是卡啊帕嘛。这4个后面可以写。好，我们看造句嘛，就刚刚我们造句一样，均对记年纪啊，均就是建设嘛啊，敦记，第2个是敦记，敦有教的意思，也有开导的意思，所以请教啊，年纪是听啊，请听年율직 꿀직 토르토 율직 꿀직 토르토按照我们刚刚的讲法的话，这个 율前面要加一个前加字파 꿀前加字加一个파我们刚刚我们的说法的话，对不对？但是我看他的书面上一次也是这样加吗？然后是在那个拉塔扎的后面也是虽是有线上的意思，有线。刚刚那个是有是翻译嘛，咕是记，然后是托罗就是散的意思托罗瓦。卡托罗瓦就是发散了，就是散发了。卡托罗瓦就是本来是都是聚集在一起，然后是分散了，就是卡托罗瓦卡
一般的我们卡托罗。虽就是线上的意思，线的意思。虽，虽拉塔，可萨那罗，虽拉塔，虽拉塔，虽，可萨那罗，虽拉塔，虽。Ratata zala zel. Ratata zalata zel. zeldo。zel 本身就是技能 ，zel skill 是不是英文 skill？zel。人，rana人，lata人。人本身就是享受嘛，刚刚我看提过。为什么加的豆都没变，都三个都加豆？为什么学豆加豆这？对啊，为什么加豆？结尾啊，豆就是一个结尾词。rel多就是结尾句，一个有点像是句号。句号，就是一个从这边就结束了一个。zeldo，你说为什么都是豆，对吗？因为有这个它结尾，它就是在后加字，它后面呢都要加豆，这个也是文法，还没到，我们接下来也会讲到这个。啊，就是刚刚我们就不是，没有一定要加多，但是我们这边譬喻的时候要 zeldo 是用这样的。你讲，如果刚刚你如果是这有个比喻的话 ，zel 一样啊，就你不需要加多，后加字卡啊帕马后面要加个再后加字萨，所以拉卡萨拉是不是？拉卡萨拉索，对，他那托卡萨托巴，疑惑嘛，怀疑，巴本身是皮了，我这边用羊皮，巴本身是皮啊。不是羊皮了，鲁巴才是羊皮嘛，这个中文是我弄错了，这个是皮。恰巴，贪心，恰巴就是名词，恰巴就是有个动词的含义，恰巴就是对。恰巴 sim 恰巴就是对心执着于什么，贪着于什么sim 恰巴，对 sim 恰巴就是变成一个恰巴是动词了，恰巴是名词，贪。心恰巴 sim 恰巴心用在中文是吧？心恰巴这个中文懂藏文才可以了解这个词。三叶，那这个再后加字是上阿萨，这个上这个地方对不对？虽然有两个萨，上阿萨上，然后大概加三叶，那然后大概的加萨叶，这个萨不是在后加字，是不是？它是后加字嘛？这个要知道啊。抗重，这两个都可以说是后加字。重，在后加字。浪巴，
啷吧就是站起嘛，棒吧棒吧断的意思，棒吧。첩직 첩직 첩 바사 첩 첩직 첩직是同时的意思。탑시 탑시 탑 바사 탑这个是在后加字，所以让你们写这个在后加字的这个譬喻的话，你们这样去拼嘛。比方说사냐다 냐는 뇨 바사 뇨바 뇨바 뇨바就是触到，就是뇨不对，我们是뇨바，就是你能不能像我从这边拿这个东西，我可以触到摸得到的话就뇨바 뇨바，我还是没办法捏不明度捏不明度这样理解了吗？捏不读我可以捏不读。捏松捏马松，念完中文你们会怎么说啊？我能拿就是连呐碰不到碰到碰不到对捏不读捏不明度捏不明度捏不这就终于답디方便嘛，답所以这个最重点是这个사在后加字。센바所以센바 사던 거 센마사 센这个사 참지这个排的참마사 참这个사 냐마사 냠到这个냠这个사这个照你们写这个，如果是例句的话，这比方说냐마사 냠这个没有写拜也对了，所以냐마사 냠你已经写到了这个사在后加字냐마사 냠就是退嘛곰바 가나로 곰마사 곰바这样是곰바就是习惯的意思。所以这样就后加字跟后加字和在后加字的拼法你们就可以拼了嘛。所以练习今天回去可以练习10个后加字是怎么去拼，然后是在后加字2个怎么拼拼出来可以比方说有10个后加字的譬喻，每一个字，比方说这个后加字卡有后加字卡的部分，你可以写2-3个字也有后加字啊的部分，你可以写2-3个字这样你们这个今天的作业是后加字跟在后加字拼的，然后你们这个作业呢，在读书会的时候再相互可以去分享我可以我也可以请登之蜡看你们有写的对不对那个习惯是空把吗？对空把那空把的时候是动词吗？有时候空把对空把是动词吗？곰시是名词곰시空把对它只有一种念法空把对空把是一个动词空松空马松习惯了还没捏把也是动词捏把是动词对捏把对捏松捏马松就是捏把娘把退转对退转也是动词对센바也是动词嘛센바 센바 센바是名词心所以加了一个发就是动词，就重音在前面就是动词，不是加了一个
把就变成动词，不是。念的时候你就会 sen 吧，啊，sen 吧，对，动词要用力一点。对对，用动词对。好，那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